张老师，今年议员来去小人比赛，咱无应该人讲安尼个法，这个都是你。 太怂人的啦，俺真冇原谅你啊！不过今日咧，拖个救护车等候。 看到，叫俺嘅分送，俺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你啦，啊？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吗？吗？来老公，我很期待接下来和你一起工作，抢斗夺自高。都知道。哎呦，你看下面，填一下数，就安排谁啊？哎，我不是只有2个月的爱心哦。爱到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为着马甲余声，用力拼出壮命，不管路上有个恶蛇。 来，老师跟我讲啊，阿达，你最聪明。哎呀，告诉我，最近有没有发现你们老师什么地方怪怪的？我不知道。啊？不知道。讲啊，没有关系，这没有算分数的啦。你只要有答都100分。
小星星，主任脑袋是不是有洞？当然，告诉你们啊，最近老师是不是有怪怪？你才怪怪的吧？什么？我跟你们讲真的啊，这是为了大家，还为了这个学校，你们要去观察，有什么事情跟我报告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他们要偷牵谁的手啊？有没有？没看到？啊，没有吗？大哥。他说你偷牵谁的手？哎，没有讲，说怎么到现在才来？啊，上课上那么久，都等那么久，啊？坐好，我要出去。各位同学，我帮你们报了全国的散打比赛。说你怪怪的，你在做这个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先告诉大家一下可能会遇到的赛程。等一下，什么赛？你刚才说什么赛？棒赛。有女生可以打吗？打架不用付钱呢。打死人不用被关了。好爽哦！走马该啦！哎，你怎么没有跟我报告啊？我怎么没有接到公文？我已经报名了。哦，你要等你。多帮我注意一下啊！我刚才讲了，啊，阿达，你最聪明啊！我不喜欢打架。没关系，阿达喜欢我就好啊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俺决定爱留下来了。你有用语救人哦？那这样我做到一半的卡片怎么办？底片里面感情。对呢。冇啦，係咯，唔掉，希望眼走係嘛？媽，冇啊，眼可以留下來，看唔表達全國大賽。冇可能啦！啊，冇可能啊，會講啊？啊，來，然後唔得講。不是讲啊，个条拜哦，我也是打过全国大赛，很简单。我跟你说，来啊，跟我比下，你就知道有多简单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喊啊，预备备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屁的，真的假的？阿达排队。排队，来，这样我是全部全部。羽毛哎，给你打开，又谁了？好不好？哎，开始。我也是全国短剧啦。是不是？小杨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法官。起立。请坐下。那时候去 KTV， 我朋友的朋友就拿出来给我们大家吸，只有我没吸过，朋友都笑我逊，所以我就吸了。那张老师，你身为吕凯成的老师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报告法官，吕凯成他吸毒是事实，但是我想恳请法官念在他是初犯，那从轻处分。身为老师，我会尽力辅导他，我保证他不会再犯第二次。不过根据尿液的检验报告，
那还是呈阳性反应，那表示呢，他在本案发生过后，仍然有吸食各式的毒品。那张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吕凯成，你怎么说呢？怎样？这段期间会很枯燥、很无聊，你就用这个时间好好锻炼一下，好好练一下身体。我们全国大赛等你。我还可以参加。为什么不行？学校学生就已经这么少了，怎么可以再少了呢？你现在去乐界啊，回来以后就是全新的吕凯成嘞，我们都很期待哦。对不起。老师知道你碰毒品是因为朋友，其实老师也有错，老师不会关心你。以后如果再遇到什么困难的事，就跟我们说，我们在你身边。小杨，你要记得，你永远不是一个人，我们都会为你祈祷。加油！找什么？那我的晚餐呢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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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好，先上车啦。对不起。我不敢相信这么重要的事，居然是从你母亲那边听来的。如果我今天没有去你家找你，你是不是没有打算跟我讲你的决定？我还傻傻的帮你订了去澳洲的机票。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知道，学校它事情很多嘛，然后我一忙就忘记。哦，你要留在这里工作，那我们出国的计划怎么办？Michael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。Michael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我应该要跟你商量，所以我自己做了决定。你会这么生气是应该的，对不起。我也有考虑我们俩这件事啊。虽然我暂时还不会跟你一起出国，可是我寒暑假都会去。通讯很发达嘛，我不相信我们的感情会这样就断掉。你一直都很支持我的决定。我知道你的个性，不希望你不快乐，所以我会支持你，包容你。爱不应该是无限制的。或许我该醒了，你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爱我。
他，对不起，我不是。开始计备，如不留言请挂断，快速留言多声后请按米字键。好等你做老友，我讲梦中唔得啦。唔是在按甜啊，也是本人无卡去学物仔嘅啊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哎呀，喂，学生诶，你也係二嘅學物仔嘅。不用，謝謝。哦，阿哥，你又很睇哦。我今天要留下來咧，向你真是聘用啊！啊，太好咧，安尼姨媽有個學物仔嘅。阿哥，有咯。阿哥，mặc cái là, ai呦，张转下來聽聽。mặc cái事情呐，阿哥，嗯，阿哥，講啊，那個顏色包都扯過來吼。你有冇實在俾你先看？喊出佢去了，我青少年诶，你做唔得了高頭幾條參詳。唉，我去醫院做化療，為到本記調查相信講我係出過去了，誒，我特別走去個免稅商店買歐米亞嘅，嘿嘿，伊甲我我條路真好啊，係啊，嗯，幾就好呐。阿哥，人嘅身體愛顧，唔是少。冇想到，用啥高薪查案到嘅生意，早得變到好朋友哦。唉，阿公冇歡喜哦，阿迄又愛哪個？萬一尋到愛，啊？愛呀，嘅吼，唔管係男女之間、同學之間，吼叫做潛力投入，像佢一樣嘅吼去創貨咧，就算無命，吼也見變電去呢。
我来帮主任买菜啊。你好大气哦！你是姐啊？我还有谁过生日啊？学院同学走啊了。同学，我知啊，谁要谁？谁啊谁啊？来帮我做信条。啊在，这样乱讲啊！如果我乱讲，我做信条你还管？你无管啊？人讲，都无人啊！我做信条我管的，让我难过。哎，小平，那个我阿婆说谢谢你，那个菜送给你。哎呀，不用啦。没关系啊。哦，我载你回去。不用。我载你回去没？说不用没。哎，说真的啊，我载你啊。不用啦。你拿那么多菜很累。不会啊。我载你嘛。不用啦。给我啦。哎，你不上车，我菜就不还你啊！你自己也可以走啊。哎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便当是谁杀的？哎，你有没有听到啊？我说便当是谁杀的？哎，我帮你说答案呐，答案就是值日生呐，因为值日生抬便当啊，抬。哎，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啊。就是你知道什么鞋子最快乐吗？哎，你怎么不理人啊？球鞋还是拖鞋？快点呐！你不要不理人呐！哎，你真的不想知道答案哦？等我一下，我停一下车啦。哎，你真的不想知道答案哦？答案就是黑皮鞋啦，黑皮。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你的菜哎？你有笑啊？你怎么跟他在一起？我们刚遇到。我先帮你把菜拿进去哦。这葱是我阿婆种的。唐青青，你到底怎么了啦？你到底怎么了啦？你快说啊！再给你。你不要这样啊！啊，睡觉，我喝。靠背哦。你到底怎么了啦？干嘛那么不开心？你快说啊！你到底怎么了啦？你快说啊！你靠背啊！靠背啊！那么大声干嘛啊？不要骂靠背。靠呗，忘记带烟。哎，你不要跟我抢金毛好不好？哦，原来你是因为金毛，所以今天一整天都不理我。可是我还是想要跟你当朋友啊，不想要因为一个男生就翻脸。我又不喜欢男生。你是 T 哦？哎呦，不是啦，我只是不想要谈恋爱而已啊。是因为你妈那个先生吗？或许吧。又不是每个人的老公都会打老婆。我觉得谈恋爱很幸福啊。
我最大的梦想是赶快长大，赚大钱，买一栋房子，和妈妈还有弟弟住在一起。这样我就幸福了。晚安。现在你们来看一下其他学校的练习场景。他们也会参加今年的国中组成大赛，他们练2年。啊，我觉得那么有钱，哪叫我们学校？边呢6年呢，连下去比赛，迄老人大冲啊！我对这个有信心吗？对，哎，还不错吧？这些都是你的苗子啊？怎么样？要不要 spelling 补一下？现在。Keep boy， 然后练习一下。加油啊！加油！不要输给对面那群废物！对，加油啊！想被美国人加油！来，中方的警察，敬礼。第1回合，开始。哇，小子不错吧？啊，这样，这只爆发力很好，你捡到宝了。没错。厉害，不错。迄讲参加全国比赛的人拄安呢，好无聊。你是多厉害M 还不会参加哦？废话，有奖还不难，神经病。真劲哦！咱是冇停做袂人咧，俺个老哥应该够海比啊。哎，刚刚金教练邀请我们星期6来参加一场正式的友谊赛，因为干嘛 ？OK。好。好啊，这么逊，俺妹会参加。可是教头，我可能不能参加。无聊，我才不要参加。我已经答应了。都答应人还问，教头真笑哎。真笑哎。哎，参加比赛哦，重要的是参加哦，输赢不重要。坏。其实他们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啊，我刚才打就知道。是哦。
第一阿鱼做嘛？肚子饿啊！中午。回去啊，跟屁虫哦。哎，我要点东西吃。大嫂来了，不要这样子。干。哎！怎样？你挡在路中间是怎样啊？挡在路中间啊！你闪开一点，凶什么凶啊？凶你是怎样？不行。小星星，董兄龙引熊草。不能绕路。要你妈凶不凶啊？怎样？你是怎样？那怎样哎？喂，金毛啊，好久不见。你装什么熟啊？哎，他欺负我了。这样啦，我不知道你变了哎，你现在都靠女人啊？讲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操你妈闭嘴！傻小啊！说什么啊？谁啊？怎么了？现在要走啊？啊！滚啊！靠腰啊！啊！干！我根本没有义气去帮金毛。下条了。啊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喂！没路了啊！死路呗！别跑啊！再跑！再跑啊！跑就跑吧！啊！我跟你讲哦，这次给你个教训，你要怪就怪你女朋友都不长眼。好，走，再去找他女朋友给我。有事情吧？你怎么受伤了？没关系啊，你讲。你脚还可以走吗？没什么事啊。伟之他脚被他弄受伤了。拄迄远啊！哎，伟之去甲我讲，就暗慢，还大唔样哎，关来做嘛该？没事插什么花啊？去找你插花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伟之，对对对。你要干嘛啦？你是敢看是吗？你跑去找金毛他们了？就晚上无聊就找一下。金毛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你干嘛一直倒贴他？什么他不喜欢我？你说什么倒贴他啊？你又知道他不喜欢我？白痴都看得出来他不喜欢你。什么叫白痴都看得出来他不喜欢我？你在讲什么东西啊？哼，我知道了，上次两个人一起去买菜，早就有一腿了哦。怎样？被我说破了？不敢讲话？妈的，你这种人最贱！讲话啊！
你刚刚说的什么东西呀？我真的就没有喜欢金鳌嘛。滚开呀，贱货！不用你管啊！干，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啊？可是你的手上……不用你管呗！林佳琪，你凶屁啊？怎样啊？我不能凶他是不是啊？你凶什么啊？爽啊？怎么样？贱货啊？怎么样？起来用我都来啊！怎样？我凶他，你心感通了？你心感通了？你再弄一次试试看。怎样啊？贱货！我就是要凶他。干！你跟他也试试看啊你！跑开呀！我让你去试试看。贱货！怎么样啊？你不要碰他！他们吵啊！吵架啊！吵什么？假同学，小两个嘛，干你啊！好好讲啊！走开！干！关屁事！混蛋你！小白子，滚开呀！若要讲古话咩？亚得洗脚的啊，哈，拄到嘛该无顺利无爽快啊，都变到老以前空样的啦。你亚得闹到啊，小心心啊，待到好到地尾来啊，都做得变好没？哦，哼，给马扑阿乱啊 ，Mission Impossible。啊，较讲嘛呢？啊，佮洗脚的，这讲唔通都洗脚的，系冇？就像你嘛，啊，迄面摩托了只老婆，你都唔通，你看喏，老娘老婆洗人的洗大夫的，我看喏，我洗到80岁，哈哈，伊那个真正我都出茶色。讲亚洲嘛，我讲你，哎，伊哈娘干啥？小星星，你要去哪？跟朋友去唱歌啊。冲狗哎！唐冠毅就要参加友谊赛，唔好睇他们转来哦。哪张我上转了？哎，你有吗？用共发呢？小星星答应阿公嘞，门禁时间定么？你啊， 9点以前。花饼占了我的位置。我从5岁做到现在，我占了你的位置，你坐那边呢、我电都天发哦。应该就叫他中叫了。
哎，老几恐俺5年嘞。大天发本记，一次唔fin爱天发。亲兄真见我老爱本素用诶。一开始，佢就停喺佢身边，亲像佢啊听说要疼爱听说要加本记哦，慢慢放。哎呦，佢都冇去答爱咧。老爱讲，爱无亲爱佢。金针菇与火柴棒。够美呀！还挺好啊。不要命了，是不是？看我眼睛，这些年，不管我去哪里，或是做任何决定，你都一直陪在我身边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会忽略你的感受，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理所当然。可是，我从今以后会好好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拜托你考虑一下，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？我说要跟你分手吗？不然呢？你又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简讯。我不是这样讲，你这少8根筋的小姐，怎么可能好好思考我们的未来？哎，你很奇怪，哪里来8根筋啊？有啊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8个啊。你胡扯！就忠孝仁爱、心义和平嘛。你好过分哦！我要请你吃饭，给你道歉。你开车。哇，那请我吃饭还这么凶啊？开车啦！我就不开。快点开车！好了好了好了。好自己啦，自己。哎你，你白痴哦！那你自己讲。
会吐下生花。那坐着，你看，坐着。追他，追他。哈哈。小平，小星星回来了吗？他睡了，你还是不要吵他好了。睡了。我说明天要回来见。你们还好吗？没事的。晚安。晚安。天无聊嘞，我屁股都长痔疮了，来帮你们加油比较好。该不变啦？不是，我现在3只脚比你还厉害。小星星呢？他在睡觉，还是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回来？以后不要骗我。出发。玩到半夜，当然起不来啊。阿达，你被打就可以看到很多小星星了。我可以带去小星星吗？少一个人可以不出发吗？上车。挂挂。高头用个啥？树给喊迄模严重。不能。那你要出去住也应该跟教头说一声呢。不用你管，不要去动，过来。以后你的事不关我的事。就不你瞎呛呛的。俺说本见笑，用办。教头，不是惯你的，烂就是烂，再怎么样都一样，不浪费时间。我们干娘讲什么东西啊？疼死啦！了破，你用为安言，人的摸索的塔边，对多重心的眼，自由呀自由，不可受你拖，连多少个人爱子，汉江归唔得。